哇！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好大！Guarda che bello, spettacolo! Grande.这个时候就是这样，看到自己的，这个就是你的成果哦。对，哎，它还蛮肥的这一次，也不错不错。这个比脸还要大。可以去吃。我呸！哎，这里。这里。
还我，不然我吃啊。是。马铃薯。哦。哇哦！哦哟！嗯？哦。来看看我们的草莓吧。这个保护的方法蛮特别的。其实我们今年呢，我们今年都没有好好的照顾它，可是它现在开始 ，anyway， 它开始结水果呢。哦。它开始结水果，所以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很容易被吃掉了。我发现鸟之前都是被小鸟吃掉了一半。小鸟。所以就盖了一个，所以我就盖了一个。你看这个之前这个都被小鸟吃掉的啊，这个哦，这个我把它剪下来，正常的，剪下来啊，哎，这个可以，我们家的草莓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还有捡了一颗，今天收了2颗草莓。好了呗，好了，一个给我吃，一个给你吃。现在吃啊？等一下肚子又拉肚子。外面的我了。很甜。哇，小颗可是很甜。对啊。Biological。不错。有机的。对，有机草莓，完全没有农药。哎，你发现被鸟都吃掉。好好的照顾，明年好好的照顾啊，它会。我今年真的都没有照顾草莓，所以。哎呀，哦，那么大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不错啊，很大啊。哎，这我种一颗那么大，只有1颗，只有一个6颗，死了5颗，只有1颗。我们已经，但是我有8颗，我们这个伤啊，我那个很漂亮。对啊，我这个都有这个黑色的，因为对啊，这个不知道水太多吧？到了，水太多吧？吐什么伤到了？哦。